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红烧，台语嘛是安尼写红烧。伊迄个人真爱红烧，不时都四界溜溜去。两岁囡仔囝袂爱踮厝，定定都吵要出门散步。阿公笑讲，伊这个孙仔真红烧。这对少年翁仔某爱耍爱红烧，拢甲这5个月大后生夹咧，四界去佚佗。天气冷死死，伊也是硬要出门去看热闹，实在真爱红烧。所以红烧的意思就是活泼、好动、好玩，厝内底踮袂牢，真爱出门佚佗，四界溜溜去。另外有一句华语的诗词：江山代有在人出，高岭红烧数百年。而这的红烧，风甲烧是两部文学作品的简称。风是《诗经》的国风，烧是屈原所做的离烧。这个红烧是诗文的意思，就是咧讲每一个时代拢会出人才，因的诗文会流传几啊百年，语言慢慢变化。尾啊红烧煞嘛有调、风流、晃动这种负面的意思。像这个台语教典就修一个词。老红烧就是咧讲有岁啊，还阁真爱拈花惹草。像讲伊食到60外，还阁咧蘸酒加找粉味的，实在是老红烧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红烧实在真趣味。